沒事兒。说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就是现在特別羨慕你們兩個。羨慕我們？對啊，羨慕你的利落瀟灑，羨慕冬眠的魅力無限。寧可風，你在那說什麼鬼話呢？我跟冬眠一路披荊斬棘，經歷那麼多事兒了，現在就你完好無缺的，你可得好好的啊！哎，就是，你有什麼好不開心的？你說你既不像雷閃閃的生活，因為失戀而變態，又不像我，因為遇上了變態而失戀。你良家婦女有美好的家庭生活，好好珍惜吧啊！我生活現在就像一杯白開水，我看着閃閃為他零七九，和他車着急上火的時候，我覺得那種感覺特別好。你有病吧？羨慕我？羨慕個毛啊你！我都快鬱悶死了。你就是一個心理變態。我不管了，反正今天晚上我要跟你倆睡，而且要睡中間。跟大偉到底怎麼了？沒事兒，就是我覺得我的生活裡不能光有他。Baby， 人越長大越脆弱，停在身邊的人和物就會越來越少。我們大家都一樣。行了，不想回家就不回家了。今天我們三個一起睡，明天早上一起晨練，怎麼樣啊？說好了，明天早晨誰不起来，誰没人疼没人愛。對，睡覺，睡覺，睡覺。跑，跑，不准停，跑，跑，快跑，跑，跑，不准停，跑！快點，你倆，等着！哎呀，長跑冠軍果然厲害，保安都攆不上他。你倆跑近着點！哎，那是閃閃079嗎？啊，閃閃。